可怕可怕！裂开的都痛啊，难怪会有恐惧症啊。可怕可怕！这种方法是不好的，伤害身体健康，久了会射护腺钙化。时间哦，有影片说是17分钟左右，之后反而是会疼痛哦，因为没有爱液润滑，爱液已经分泌完了，久了也会吸干了，那就会疼痛了。竟然有这种影片，那这等于是春宫化了，那是一种生意教学。但是券商书籍都说那个是邪淫，时代不同了。古人是比较保守的时代了，所以神明是不保守的观念。一方面也是为了要保护男人啊，以免伤害身体健康啊，以免干扰脑部神经啊，以免干扰心灵啊，也是为了保护身心灵健康啊。寡欲是好的啦，节欲是好的，太纵欲说一个晚上做很多次，精液要产生至少要3天，身体虚了要7天，年纪大了大概要2个礼拜、3个礼拜，所以不能纵欲啊。纵欲后果就是身体会有病啊，肾脏的病啊，影响到其他地方，肝脏的病啊，心脏的病啊，脾胃的病啊，你看呼吸不顺的病啊，你看，所以要健康就寡欲啊。孙思邈，伟大的保生大帝，唐朝时代叫孙思邈，他的千金药方啊，他提到说，30岁的人好像是8天才能做一次哦，40岁的人好像是14天2个礼拜才能做一次行房，50岁以上的人21天内3个礼拜才能做一次。年纪大了还想要做吗？为了身体健康要寡欲啊。